位老友記，你哋最近有冇收過醫管局或者社署函信，話要查你哋蟹資產啊？甚至係話你之前申請蟹醫療費用減免有問題，要你補交資料，甚至係話你戶部資產要追翻啲錢。唔好以為呢啲係騙案啊！最近真係多咗好多老友記因為呢啲嘢而心驚膽戰，尤其係嚟到2026呢一年，政府對於公帑蟹運用查得非常之嚴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一下，點解咁多人會喺公園醫療減免入面踩雷，點樣先可以攞到2026最新蟹長者免費牙科福利，仲有嗰啲話洗牙補牙只輸幾十蚊蟹優惠，到底係點樣申請蟹？大家一定要聽清楚，因為呢啲資訊分分鐘幫你慳翻幾萬蚊，仲可以免去好多法律麻煩。講到牙齒，我哋成日都話牙痛慘過大病，但係喺香港睇牙醫真係貴到令老友記肉赤。不過2026呢一年，政府其實推出咗唔少新海牙科福利，但係偏偏就有好多老友記唔識去攞，或者係申請海時候做錯咗一步，結果搞到一身蟻。我哋先講下最近最轟動蟹公園醫療減免資產審查風波。最近醫管局加強咗抽查，發現唔少老友記喺申請醫療費用減免蟹時候，並冇如實申報資產。你可能會話，我得嗰幾萬蚊私房錢，點算係資產啊？或者我嗰份保險係留俾仔女㗎，點解都要計？老友記，呢度就係最容易出事蟹地方。第一個大家必須要知蟹審查陷阱就係保險蟹現金價值。好多老友記喺幾十年前買落一兩份人壽保險，諗住遲啲留翻俾仔女，平時根本冇當係錢。但係喺社署同醫管局蟹眼中，只要嗰份保險有現金價值或者紅利，佢就係你蟹資產。如果你申請減免蟹時候冇填落去，一經抽查發現，佢哋就會覺得你係出爾人晚。2026蟹審查系統已經同甲大保險公司蟹捉局號聯網得更加緊密，以前可能查唔到，而家一金七就現晒影。所以如果你手頭上有保險，一定要去保險公司問清楚個退保價值係幾多，如實申報。第二個陷阱係聯名戶口，好多老友記為咗方便仔女照顧，會同仔女開個聯名戶口，入面蟹錢可能係仔女每個月俾你蟹生活費，又或者係仔女自己擺入去幫你儲住蟹錢。但係喺資產審查海規例入面，除非你有好強有力可證明話啲錢唔係你海，否則聯名戶口入面海錢通常會視作每人一半，甚至全部都算係你海資產。有啲老友記就係因為個仔放咗10幾萬入去，諗住幫老人家裝修屋企，結果搞到資產超標，唔單止要取消減免，仲俾指控互報。第三個陷阱最無辜就係內地莫業。2026呢2年，兩地資訊交換越嚟越發達。如果你喺鄉下有一間祖屋，或者以前後生嗰陣喺內地買落一間細單位收租，以前香港政府未必知，但而家佢哋係會去查㗎。如果你喺申請醫療資產審查海時候話自己冇物業，但後來被查出內地有物業，呢個就唔係單純補飯錢咁簡單，仲可能涉及刑事罪行。所以老友記一定要記得，所有資產，無論係香港定係內地，無論係現金、股票定係保險，都要如實申報。唔好聽埋街坊講唔查價，查唔到價，到時出事蟹係你自己。講完審查蟹煩心事，我哋要講翻啲開心嘢。2026長者免費牙科福利其實係有好多好嘢㗎，除咗大家熟悉蟹長者醫療券，每年有2000蚊之外，仲有個長者牙科資助計劃。以前呢個計劃門檻好高，但2026政府為咗應對人口老化，放寬咗唔少條件。而家只要係60歲或以上，有領取長者生活津貼蟹老友記，基本上都可以申請免費蟹生牙、補牙、洗牙同拔牙資助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標題話洗牙補牙只需幾十蚊，係咪真㗎？其實呢個係指緊一啲非政府組織 NGO 或者大學牙醫學院海教學病人計劃，例如香港大學牙醫學院，佢哋經常需要一啲病人嚟俾學生實習，當然全程會有資深教授喺隔離監察。如果你成為咗佢哋喺教學病人，洗牙補牙，甚至係複雜啲蟹治療，收費真係非常之低，有時真係幾十蚊就搞掂，甚至係免費。不過呢啲位通常要等，同埋要經過初步篩選。另外喺2026全港各區海地區康健中心亦都扮演咗好重要海角色。以前老友記要睇牙，一係去政府牙科診所排通宵攞嗰幾個止痛拔牙籌，一係就去私人診所俾幾千蚊。而家你可以先去你嗰區海地區康健中心批護士或者社工諮詢，佢哋手頭上有最新蟹 NGO 名單，例如仁愛堂、
保良局、博愛醫院呢啲機構，佢哋都有同政府合作蟹牙科診所。對於一啲經濟有困難，但又未至於要攞中原蟹老友記，呢啲機構有時會有專門蟹基金補貼。如果你符合資格去呢啲地方洗牙，可能只係需要俾幾十蚊至100蚊蟹腸正式收費。咁到底點樣申請呢？如果你係領取長者生活津貼蟹60歲或以上人士，最簡單蟹方法就係帶埋你蟹身份證、銀行存摺，要顯示過去3個月蟹津貼入數記錄同埋住址證明，直接去參與呢個計劃蟹牙科診所。大家要留意，全香港有成幾百間私人牙科診所同 NGO 診所都有參加呢個長者牙科資助計劃，佢哋門口通常會貼住相關蟹標誌。你入去同個姑娘講話，想申請關愛基金長者牙科資助，佢哋就會幫你填表。呢個計劃最好喺地方係，佢唔單止幫你洗牙，如果你啲牙已經洗咗好多，想鑲返副假牙，個資助金額係可以高達幾萬蚊嘅。2026最新蟹資助額已經提升咗，因為政府知道物價加咗，生牙蟹材料都貴咗。只要你係第一次申請，或者上次申請已經過咗一段好長蟹時間，通常係5年以上，你都有機會再次獲得資助。但係呢度又要提提大家，申請呢個牙科資助海時候，雖然佢唔會好似公院醫療費用檢免查得咁深入，但你都要保證你報海資料係真海，因為資助係嚟自關愛基金，都係公帑，政府係會進行抽查蟹。萬一你其實資產幾百萬，但為咗慳嗰幾千蚊生牙費而補假資料，一旦被發現，除咗要填翻嗰筆錢，仲會影響到你之後攞長者生活津貼蟹資格，真係賠攞夫人又折兵。好多老友記會問，我今年60歲，我又攞醫療券，但我冇攞長者生活津貼，咁我又冇得申請呢啲免費牙科呀？答案係，醫療券你係可以用嚟睇牙蟹，但關愛基金嗰個免費生牙計劃，目前主要仲係針對緊領取生活津貼蟹老友記。不過你可以留意下2026年中政府會唔會進一步放寬，就算冇資助，利用醫療券去一啲收費合理蟹 NGO 診所洗牙，其實都係一個好選擇。記住，牙齒健康即係影響到你蟹消化同營養吸收，老友記千萬唔好為咗慳錢而唔理啲牙，到時搞到要食流質食物，心火再亮就大打折扣啦。最後我想再提醒大家一次，關於2026醫療資產申報，如果你哋對自己蟹資產狀況有任何懷疑，或者唔知點樣計算保險、聯名戶口，最好係喺提交申請表之前，先去諮詢一下區議員辦事處或者長者鄰舍中心蟹社工，佢哋通常好有經驗，會教你點樣分開填報。千萬唔好因為驚麻煩或者想搏一搏而隱瞞。喺2026呢個大數據時代，誠實先係最好蟹省錢之道。如果你身邊有老友記最近正準備申請醫療減免，或者佢哋啲假有問題，但又唔捨得使錢，記得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聽，話俾佢哋知，而家政府有好多門路可以幫到手，最緊要係行出第一步去諮詢。洗牙補牙幾十蚊，生牙有資助，呢啲都係我哋應得蟹福利，但一定要用得其法，避開嗰3大審查陷阱，咁樣大家就可以食得好分得好，開開心心咁過2026啦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問，如果我真係俾醫管局或者社署查到戶報，我應該點辦？首先唔好驚，亦唔好即刻思維封信或者唔理佢，你應該第一時間搵專業人士求助，有時可能真係一時大意，例如唔記得咗個細牙蟹草鼠保險，你可以準備好所有相關蟹財務證明，寫一封詳細蟹解釋信，說明你唔係故意隱瞞。喺2026，政府雖然查得嚴，但如果你有合理蟹解釋，有時佢哋會容許你補返差價，未必一定會起訴，但前提係你要主動配合，唔好避而不見。大家記住啦，罰你係俾有需要蟹人，大規矩就要大家一齊遵守。希望今日呢啲關於2026長者牙科罰理同埋醫療資產審查蟹資訊，可以幫到各位老友記。我哋下集再見，祝大家牙齒健康，身體安康。